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礼拜进前，咱先同心来祈祷。希望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伊伫过去的年日中间保守看顾阮。阮应各用欢喜得调的心来到圣殿，就是伫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甲你有亲密的沟通。求主帮助阮，这个时刻，互阮的心会当安静落来，将所有影响阮敬拜的因素完全排除，互阮用敬虔无下序的信心来领受主你所赏赐阮的恩典。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阮也从今早起要服侍的正当工，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特别，阮要将淡龙教会的诗班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保守，坚固阮手所做的工，透过阮手所做的工来荣耀你的圣名，也赐福保守看顾每一人的心。求主，互阮今日的敬拜合你的心意。主啊，阮伫礼拜结束了后，也要召开今年度的定期会员合会。求主，互阮即个会员合会中间，互每一个人拢会当看出你伫过去一冬中间对阮的引带、保守、赐福甲恩典，也互阮会当透过你所赏赐圣神的智慧。明白阮现主时的责任，以及伫今年中间，阮安怎继续努力来满足你的心意。恳求主你顾守看顾整个合会过程，阮也恳求你继续引带保守看顾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以及教会所设立的逐个机构，真真正正会当遵照你的旨意，照你的计划去行。来满足你的心意，也互万民得到福气。阮恳求主你啊，保守看顾台湾，阮的国家。现主时，阮伫疫情的过程中间，改成有哪来哪严重的趋势。恳求主你伫即个过程中间掌管，赏赐阮真实的平安。阮也将全世界的所有疫情。受到疫情影响的国家，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怜悯看顾带领，互阮会当赶紧找出解决的方式，也透过安尼来明白阮本身的软弱。恳求主你赐福保守，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来啊，咱着鞠躬敬拜伊，来创造咱的上主敬拜。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主民，是伊带领的羊群。恁即马着听伊所要讲的话。今仔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伫主日的时做伙来敬拜上帝。这时，请咱三个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69首，圣诗69首，请起立来吟。
这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创造宇宙、祝福甲拯救的上帝，我要学落你，你对土粉来创造阮人类，佮将上宝贵的活气吹入阮的身躯，互阮成做一个有你形象的人。阮感谢你看重阮，互阮有生命的价值，甲生存的尊严。阮知，阮活伫世间，毋但是家己伫活，乃是基督的灵伫阮的心上，伫阮的社会，甲即个世界做伙伫活。因为你奇妙的创造，互阮得到真大的启示。你爱阮活了有尊严，叫阮着爱和睦做伙，甚至吩咐阮爱为着软弱的人，也是朋友，放杀性命，真心、真意、真力来疼厝边，亲像家己。特别上帝，阮真见笑，不但无照你的旨意去行，反倒当阮有济济的私欲、偏见、嫉妒、爱论断人的念头，逼到阮的社会充满怨恨、冲突、伤害。求你怜悯阮的软弱甲罪性。搁一摆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阮的心，叫醒阮腐败的心灵，坚固阮的心智，通互阮来完成你所交托的使命。天愿人类的上帝，今日是关怀主日，感谢你提醒阮大家。着爱关心弱势族群的需要，特别是退休原住民的传道者，甲住伫深山物质欠缺的原住民部落，以及伫街头伫流浪的无倚无靠、家己伫大的老人，甲长期受经济压力、甲精神困扰。心灵创伤的兄弟三甲弟弟，因确实需要你的怜悯甲帮助。恳求你将你的光照入这个活伫黑暗中、受到社会忽略人的中间，并且想使阮有属灵的目睭，通看见因的需要，邀请更较侪人。甲社会企业整合教会甲社会的资源，来关心帮助因，互因通得到照备的照顾。同时，阮也要借着释放的机会，将你宝贵的福音正做出口，宣扬出去，互更较侪人看见愿望，通得到你的祝福。慈悲的天父，愿机体中间有人身躯欠安，倒伫病床；有人心神软弱，失去愿望；也有人受到疫情的影响，惊吓不安；也有人失去至亲，心内悲伤。由你照阮无共款的需要，以致安慰。扶持、补足阮的欠缺，互阮大家拢伫你看顾下面，通得到满足甲平安。但这时，求你安静阮每一个人的心，阮要谦卑来听探你的教示。求你加添阮的智慧，帮助想使阮开力，互阮会当用行动。来实践你的诫命，
通互你欢喜。阮安尼祈祷无够野，我们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一声安尼来讲：阮天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对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世行的福愿，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互你带阮入地市，会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幸福、权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请咱来交托启示文伫圣诗的后面，启示文18篇，圣诗的后面27页。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地甲世界也未成成。你互人归土，因为伫你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你亲像用大水甲因流去，因亲像草早起时无生。因为阮对你的受气就消灭，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受气。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要花要到第时，求你倒转。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照阮拄着患难的年。愿你的所做对你的劳碌显现。愿主阮的上帝是美妙。踮伫阮的顶面，这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请咱继续过来吟诗，圣诗29首，请起立来吟。
请坐。今早起，谈论教会的时班要带咱来敬拜上帝，因要吟的诗是山甲海欢喜唱歌。
感谢淡龙诗班甲11种的族群的语言用真水的声音带咱来敬拜上帝，将所有的荣耀归给上帝。这时，请咱来看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历代志下卷第1章到第1节到12节。现在中英译本516页，旧约圣经历代志下卷第1章第1节到12节。大卫王的囝所罗门坚固伊对以色列国的统治，上主伊的上帝赐福予伊非常的强盛。所罗门王命令所有指挥千人队伍、甲百人队伍的官长、政府首长、家族族长，以及所有的人民，拢甲伊去到伫基遍的所在敬拜，因为上主临在伫迄个所在的会幕。这个会幕是上主的奴仆摩西伫旷野起造的，约柜伫耶路撒冷，大卫王对基列亚林甲伊请来的时，为伊起造的一个会幕。互你的孙俄利的囝比撒列所启动的祭坛，也伫基遍，伫上主会幕的头前。所罗门王甲所有的人民拢伫遐敬拜上主。王伫会幕的头前敬拜上主，伫堂的祭坛顶献上1000只的动物来做烧化祭。迄暝上主所罗门显现，问伊：你爱我赐互你啥物？所罗门回答：你一向拢用大慈爱款待我的老爸大卫，即马阁互我继承伊来做王。主上帝啊，求你实现你对我老爸的应允。你立我做王，统治一个那亲像地上土沙遐尼济的人民。求你赐予我聪明智慧，通互我会当治理因。若无，我要怎样来统治遐尼济人的人民啊？上帝回答所罗门：这是你的心愿。你无有求富贵、财宝、名声，也无求消灭你的对德。也无为着家己求长岁寿，却独独求聪明智慧，互你会当统治我的子民。这就是我设立你做王来统治人民。因为安尼，我要赐予你聪明智慧。除此以外，我要阁赐予你财宝、富贵、名声。超过以前任何一位君王，以后也无有一位王通甲你比拼。以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开力甲帮赞。今早起，主任牧师所要带来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52，所罗门。圣经人物系列52，所罗门。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今仔日这段礼拜结束了后，咱有要召开年度的定期好会。咱回顾过去一年中间，虽上全世界各地拢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无论伫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上，人甲人中间的关系，拢有真大的改变。当然，咱的教会也有真大的改变。
上大改变就是咱伫去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暂停实体的聚会9礼拜。而且伫这恢复的过程中间，咱头去遵守政府的规定，所以咱有人甲人的中间的距离有一个这改变，所以咱的平均的聚会人数也因为疫情的缘故下降。咱伫2019年，咱的平均人数是1050人，咱伫去年下降200多人，差不多到836人。当然，咱会当理解，这是因为疫情的缘故。伫奉献的部分，咱有小可降低但是伊降低的这情形无亲像咱头去有过遐尼大虽上咱大家拢真拍拼咧奉献所以咱虽然降低，但是距离无差真济但是咱有进步的所在咱来看咱伫网络顶面的收看率，咱有增加咱若看这个数字，咱就知影差不多逐项拢增加要顶倍所以这其实是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就是讲伫新的时代，咱会当用无共款的方式，甲别人分享福音今年咱知影疫情也未完全消退甚至最近才先阁有哪来哪严重的趋势，但是咱已经有过去一档的经验。所以我相信，伫上帝的保守下面，咱继续来拍拼，一定会度过这边的难关。所以咱等下要召开好会，来检视过去一档中间，咱安怎领受上帝的恩典。伫新的一档，咱要安怎继续来行，来荣光上帝的圣名。咱今日要来看一个真重要的题目，这是以色列人的第3个王，叫做所罗门。咱要甲大家做伙来思考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安怎成做一个好的接班人。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想使圣经就是你的话语，帮助阮成做阮生命的存志，互阮会当照你的心意去行。伫圣经的人物中间，阮会当对因好的所在来学习，安怎满足你的心意。伫无好的所在，阮也警醒阮家己，毋通亲为因相款。所以，阮即时要来领受你的话，求你拍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会当看出你话语的奥秘，也照安尼去行来领受福气。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来看圣经中间的一个人，叫做所罗门王。伊会当讲是圣经中间的富二代因为伫伊接这个做王的时阵，这个时刻伊国家是一个真强盛的、真稳定的情形所罗门伊这个人，伊甲第一个王所罗同款一开始伊真好、真谦卑、真敬畏上帝，但是咱知影伊后来都无同款。圣经人物中间的好甲歹，拢会当成做咱学习的典范，以及警醒。咱今日这礼拜，咱要先来看伊好的所在；后礼拜，咱来看伊失败的所在，拢会当成做咱的帮助。咱来看圣经咱会当了解来讲，对以色列人来讲因历史中间上界重要的2个王，一个就是大卫，一个就是所罗门。这对爸仔囝，因承接因这个国家，伫这个过程中间，因拢成就上帝交代因的使命。咱看见着大卫伟大的所在，就是伊照上帝的心意来起造以色列这个国家。然后所罗门伊互以色列人怀念的所在，就是伊完成大卫起造圣殿的心愿，将以色列人带到因历史中间上界强盛的时期。咱看因一个是交班，一个是接班伫这个接班的过程中间，咱要来好好来研究因为咱看见着所罗门是大卫的接班人接班人的意思就是接落一个已经有规模的组织，然后继续领导这个组织的运作甲发展。前一任甲后一任，因的目标拢是相款。后任的人接落前任交代因
即个基础，继续往前任的目标前进吼。咱伫圣经中间吼，其实看到真侪无共款的接班人。过去牧师就甲大家分享过一个接班人，就是摩西甲约书亚吼。迄个时阵咱有分享约书亚伊接班的压力吼。咱今仔日要分享大卫甲所罗门。伫大卫甲所罗门的时代结束了，阁有先知以利亚甲以利沙的接班。到新约时代，咱看见着耶稣嘛将一个大使命交代伊的门徒继续进行。咱看见着是伫教会起造的时代，保罗设立真侪教会，然后交代伊的学生提摩太甲提多来牧养这教会。所以咱会看出吼，前任甲后任吼，其实因的目标是一致的。比如讲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进入上帝所应允的迦南地。虽然伊无完成，但是伊交代伊的接班人约书亚完成摩西的目标。大卫嘛同款，大卫伊爱替上帝起造圣殿，但上帝无爱伊起，所以伊准备这材料交予伊的囝所罗门。所罗门完成大卫的目标，起造了圣殿，帮助以色列人有一个敬拜上帝的中心。咱看见伫先知的时代，以利亚甲以利沙，伫这个时代，百姓已经离开上帝，所以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提醒这些百姓，爱因回转来敬拜这个独一的真神。以利沙接续以利亚的工作，来完成这件代志。咱看见着12个门徒对耶稣领受传福音的大使命，伊目标就是将福音的信息遍传伫世界。保罗伫各所在起造教会，然后伊将牧养教会的这个责任交代伫伊的学生提摩太甲提多，目的就是爱因起造合伫上帝心意的教会。所以咱看到前一任甲后一任，因的目标是相反。后一任继续前一任的目标，来完成前一任未当完成的目标。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对咱来讲吼，咱徛踮伫历史的这个时刻，其实嘛有迄个交接的责任啊。咱来思考咱的前辈因安怎伫过去的日子中间，伫上帝引带下面、上帝保守下面，安怎去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跑走？咱应该爱承接这前一任、这前辈因所还未完成的，咱继续来跑走，来完成上帝伫咱教会中间的计划。这是咱爱去思考的。所以今仔日牧师就要透过所罗门伊的几个真重要的态度，咱来学习安怎成做一个好的接班人。首先第一项要接班吼，其实有真重要的吼，就是咱知影交班甲接班吼有两种，一种叫做产业的交接，但是更较重要叫做信用精神的交接。咱若看这段圣经的进程吼，就是列王记，咱今日看列王记的下卷的第1章嘛吼。咱若看列王记上卷的最后，咱看见着大卫要交接予所罗门的时阵，伊安怎对所罗门讲？大卫对所罗门讲：我的囝，你爱明白你的老爸的上帝，一心一意侍奉伊。伊知影咱一切的心思甲愿望，你若追求伊，伊就接纳你。你若远远离开伊，伊就永远弃杀你。所以大卫吼，咱知影大卫有将伊所统治的国家，伊所有的产业，甲伊所统治的百姓，交予所罗门。但是伊更较意外的就是安怎，将伊统治百姓，甲伊维持产业的秘诀，交予伊的囝所罗门。这秘诀就是啥物？就是爱明白上帝。一心一意侍奉伊，这叫做精神的交接，这叫做信用的交接。这对一个承接这个前一代所交代的这产业的接班人吼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咱俗语有咧讲吼，华语叫做富不过3代啦。讲富有的人吼，若无将迄精神交接落去吼，
袂当超过3代啊。咱台湾嘛有俗语安尼讲吼，讲头代油盐酒醋，2代长衫长裤，3代顿田卖祖，4代卖囝卖某。这是咧讲啥？第一代人油盐酒醋吼，这是咱生活的必需品，但是因斤斤计较，足斟酌的，因为真温驯、真勤俭，因着安那会当留一寡好的产业，交互第2代。啊，所以第2代就安那长衫长裤吼，物质生活较好。但是如果若无将迄个勤俭的精神传落去的时阵吼，啊，第2代就开始享受啊，对无？享受到安那，将即款奢华的生活交互第3代。啊，第3代吼，迄个时阵已经无法度讨趁卖勤俭嘛，所以吼，只有将一寡祖产顿田卖祖来卖掉掉。啊，到第4代变哪？无田无物件通卖，只好卖囝卖某，凄惨的生活。所以这是咧对咱讲吼，如果只留了物质的产业，无留了维持产业的精神，实际上对咱的子孙只有负面的影响。所以信仰还是讲精神的产业是非常非常重要。咱看到真侪好野人。咱社会中间嘛看过即个新闻，因留了真侪产业互遮子孙，但是无一定将迄个维持产业的精神留落去，而且甚至遮死了后，遮子孙阁为着争夺遗产，互相咧相告，实在互人真感叹。但是即句俗语吼嘛，互咱知影，物质的产业会因为世事的变迁、人情的变化来改变、来失落。但是信仰的产业，若一旦被建立，就永永远远成做子孙的祝福。这是咱来清楚的。咱伫教会内嘛是有即款的俗语咧讲：一代清，2代明，3代无无明，4代你请我无用，5代就神明满处经。这拢是咱值得咱去反省的。你若将信仰的产业交予后一代，后一代就成做伊真大真大生命的祝福，这是真重要。所以咱看起来大卫安怎交接互所罗门，就是交代伊爱侍奉上帝，会当成做一生的祝福。第2项，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吼，咱看起来所罗门命令所有指挥1000人的队伍、甲100人队伍的官长、政府首长。甲家族的族长以及所有的人民，拢去到基遍敬拜的场所去。伫遮吼，咱来看第4节吼，咱就真奇怪哦。第4节是安那？讲迄个时阵，约柜已经被大卫请到耶路撒冷。吼，约柜是上帝临在的一个象征，对无？照理讲，所罗门只要伫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就使啊。伊为什么要带遮尔侪人？所有的人民拢去到基遍这个所在，伫遐敬拜上帝。这值得咱去思考哦。答案就是伫第3节甲第5节。第3节对咱讲，因为上主临在的圣幕伫基遍，这个圣幕是上主的奴仆摩西伫旷野所做的。然后第5节讲有一个人叫做比撒列，比撒列咱若去看。出埃及记31章，咱知伊是由上帝的神所充满，伊有真好的手艺，所以圣幕内底献祭的这物件，包含迄个铜的祭坛，拢是比撒列所做的。所以咱就会当对安尼来去想，为什么所罗门要带所有的百姓去到基遍去献祭，无伫约柜耶路撒冷内底献祭？为什么？因为伊要去看过去因祖先献祭的器具甲方式。咱来知影哦，伫摩西过去伫旷野带即个百姓献祭即个时代，到所罗门的时代，已经差不多经过500冬。这500冬前，上帝感动比撒列所做这器具，依然保存落来。所以所罗门去到迄个所在敬拜上帝，其实咱会当推测，伊可能要去看
遐个器具，看上帝过去安怎感动比撒的所做的这个器具。这互咱对咱来讲是有一个真重要的启示，就是去看过去的人所做的，成做咱现在要做的一个参考。这是接班的一个真重要的态度，因为做一个接班人需要经过过去的经验来学习。一间教会，咱的事业、咱的家庭嘛是安尼，咱承接着前人真美好的典范，咱毋通将这放袂记去。那将这放袂记是咱真大的损失。双年教会过去有真好美好的典范。牧师来到双年教会第一个礼拜日，逐个讲道的题目，毋知大家敢会记得？我就咧讲起双年教会真美好的传统。咱搁简单来复习一下，其实就是咱圣殿中间的这个砖塔。第一个就是咱后壁这个克西马尼园祈祷的这个彩色玻璃。伊咧提醒啊，那你个克西马尼园的祈祷，就是一个追求上帝心意的祈祷。所以咧提醒咱这代人爱记住，咱教会的传统就是，咱是望咱是追求上帝心意，满足上帝心意祈祷的教会。第二个就是落来遮有放两本圣经，放伫咱教会的中心，表示。去做一间教会，上界重要就是爱用圣经上帝的话。虽然伫每一礼拜拢伫遮有几啊场的礼拜，用无共款的语言咧传讲上帝的话，目标就是要去做咱的信仰的基础伫上帝的话顶面。第三项就是咱头前圣餐道顶面的艾欧娜的石头，这个石头是在咱提醒讲，咱教会毋通袂记这，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咱是要。对人分享福音，带予别人祝福的教会。最后一个就是祷告，咱有祷告的精神。虽然无放伫咱的礼拜堂，但咱厝内底拢有祷告嘛。咱看到这个祷告，就想着讲，咱双年教会过去的前辈就是爱咱做祷告，祷告就是去做服务。看到垃圾的所在，咱就将伊清洁。好家己垃圾袂要紧，但是带予别人祝福。所以咱。设立真侪机构，都是要做服务的工作，去祝福别人。这拢是咱真美好的传统，咱毋通将伊袂记起。咱是徛踮伫即款的传统顶面，继续向前跑走。所以参考过去的典范，这是一个接班人真重要的一个态度。第三项，咱看见着，当所罗门伫基遍献祭了，迄一天暗时，上帝对所罗门显现。上帝对所罗门讲：“你爱我赐你啥物？”所罗门这个时阵，伊回答上帝是安怎？求上帝赐伊智慧吼，智慧咱等下较讲。伊讲：“求你赐予我聪明智慧，通互我治理你交代我的百姓，你的百姓。”所以所罗门伊真实明白，伊的责任是做一个王，就是爱。好好来治理这个百姓，互百姓会当安居乐业。一个接班人，伊爱真实明白家己的责任。接班的人爱去看过去，嘛爱看现主时本身的使命。咱知影传统虽然真重要，但是咱知影环境的改变、精神的改变，过去的精神虽然无改变，但是方式爱改变，方向检测无改变，但是达到目的。的方法爱改变，我相信过去咱的前辈绝对毋知影，伫2020年，咱会拄着遮尔严重的疫情，甚至到聚会、实体聚会拢爱停止的情形。但是伫这过程中间，咱看见着上帝安怎恩待咱。咱伫还未开始疫情进前几啊冬，咱就开始准备，这个用这个线顶直播的这个方式。互咱做好准备，所以伫即个时代，可能传福音的方式、传福音的目的是无改变，但是传福音的方式爱做小可调整。咱伫即个时代爱明白咱家己的责任，是有缘爱承担上帝交代咱的使命，互咱继续向前去跑走。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
就是咱看见着所罗门求啥？伊求聪明智慧，因为伊知影只有上帝来自上帝的聪明智慧，才会当互伊伫未来会当久长治理这个国家。伊相信有属天的智慧，伊就会当伫未来日子中间有能力去面对无共款的挑战。这款的能力，独独是对上帝遐来，无别位会当得到。所以，伊对上帝求聪明智慧。亲爱兄弟姊妹，上帝毋是简单赏赐伊聪明智慧，甚至也赏赐伊财宝、富贵、名声，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君王。咱看见着，这就是因为伊所求属天的智慧所带来影响，伊伫未来充满上帝同在的能力。亲爱兄弟姊妹，咱拢徛踮伫历史的这点，未来伫咱的头前，咱应该爱祈求上帝。伊的智慧、伊的能力、伊的稳定，时时拢甲咱同在，互咱的教会、互咱的家庭、互咱所家己经营的事业，拢会当伫未来领受上帝不断所赏赐的稳定。咱等下要召开好会，咱一方面思考上帝过去一冬互咱的稳定，一方面咱也思考咱现主时的使命，以及领受求上帝。赏赐咱智慧，互咱伫未来，互咱的教会真正会当满足上帝的心意，互咱每一项拢成做上帝使用的器具，使用咱去祝福别人。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主啊，你的话激励阮，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献身。真做你所使用的器具，求主使用阮，使用上人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真做活活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我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317首，圣诗317首。你若欠缺，真失望，请咱起立来吟。希望。
请坐。这时，请咱准备心，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听。这是咱准备来奉献。请咱起立。天父上帝，愿感谢你，逐日赏赐丰盛的恩典伫阮中间。无论是肉体的灵者，也是生命的灵羊，你拢互阮得到养赐，也互阮的心灵拢通得到永壮。即马将你所赏赐的金钱甲才能献伫你的面前，求你感纳，也恳求你圣神感动，来查恳阮正做你好的器皿。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要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一大点：本周特别事项。本主日
为本会所定关怀主日，礼拜中特别为着本会关怀原住民传道者生活的补助金的事工来奉献。第三场的礼拜中特别欢迎甲感谢淡龙教会的诗班献诗，愿上帝赐福因。第二，本主日第三场礼拜后，煞节马上要召开2020年度的会员和会，敬请在职的会员劳保参与，小朋友会当去到伫九楼联谊厅，遐有老师伫遐照顾。第二大点，集体关怀。本会林福音长老林春玉长老娘定伫2月7日，本周日下午3点30分，伫本会10楼礼拜堂厅要举行结婚60周年的感恩礼拜，请兄弟踊跃来参加。一只要补充咱集体关怀事工，点名本会会友黄林碧玉长老娘、黄英年长老的老母，伫1月28号安息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请咱来看第5大点。野外礼拜的事工，3月7日是教会设教108年的纪念主日，咱教会要举行全教会的野外礼拜，地点伫新德圣经学院，时间上午8点20分拄教会集合出发，10点半开始做礼拜，12点午餐。1点去到伫新德丽池公园，3点准备要伫遐转来到台北，预定的时间是5点。费用每一个人交500块，包含车资、餐费、保险。当日若坐车退还200块，3岁以下退300块。报名的时间从今日开始。各牧区的干事来报名，并且缴费，到2月28号为止。当日的第一场的礼拜要照常进行。请咱来看第6页。第6页的总备委员会消息加第2小点。这个前造就班的时间是伫2月21号开始，拢总有6节课。每一个主日9点到10点。老师是杨维珍牧师，教授伫9楼会议室。要参加的伫4月25受洗兄弟，请向咱的干事郭有芬干事来摕报名单，并且爱交1张的相片。请咱准备要洗礼来抵御这个时间。再接第7页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的消息，2020年岁末温馨年菜的送到厝内的活动，咱今年照常要继续进行。要送予一寡长辈，也是家己大的老人，以及弱势的家庭甲长辈。咱的预算是82000块，每一组年菜是1000块。请咱要奉献的会当去到伫教会的办公室，请交予柯昭平主任，也是电话予基金会黄世莹小姐。以上其他的请咱家己来看。这是要请牧师来介绍来宾。大家平安。毋知咱中间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无吼。咱等下要召开即个和会吼，牧师提醒吼，咱尽量大家拢留落来
来开即个和会吼。啊，如果你若真正袂使吼，请等下出去的时阵一定要请假吼，啊，互咱即个和会当顺利来进行吼。这是牧师的补充报告，多谢。请咱来吟上言508首，吟诗说，请蔡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共受切劝。